即係4000或者5000咯，唔嚟咯，咁你就已經係回晒本。OK，IDM 係啦，咁好明顯我係睇呢啲位置會有反應。有一個 IVGR， 呢一度我都有興趣 entry limit buy 係咯，15 points 係啦，咁我果斷去入場咯。咁都好靚。呢度我會 stop by 3負2嘅位置。OK， 咦，好似係按錯咗掣啊！要走咗先。係啦，啱啱按錯咗個版，咁都誇張啊！今日可能有一個係啦，我直接走晒。OK， 嗱，咁樣就有5000嘅 profit，5000嘅 profit。我等 IDM 嘅呢一單 trade， 睇一睇先 top stack。5300 P&L， 哇誇張！咁我之後嗰幾日就打得好輕鬆。Nice， 我仲未出過金。有時